阿狗批糖时间，今仔日是 Q B 寄来的批哦。Q B 问我讲，敢有上好的朋友？当然有啊，而且真侪人拢熟悉伊哦。咱先来看今仔日的咿哟，稍等一下，继续讲。阿狗去倒位？大家好，我是阿狗。今仔日咱要去的所在是太鲁工厂。太鲁是啥物哈？哦，这都是太鲁啊！做太鲁的工厂，敢会好耍？会吼，袂无聊。你讲的哦，安尼，咱就来。真正会好耍吼。哇！这内底竟然有一条山呢！哇！你看，遐有乌头的大台车呢，足酷诶！哇！哇！倒入去啊！变做巧克力豆腐两安呢！喂，敢若真好啉哦！哇！巧克力豆腐链又变做粉啦！哇！哇！芝麻变一片一片呢，敢若饼咧！哇！你要去倒位？稍等我一下。等一下啦。哇！变无共色啊！哇！走入去啊！哇！这足热的呢。太鲁饼入去烘啊！哇！这烘箱这长，一定要烘足久的呢。哇！哇！出来呀，出来呀！哦，咦？咦？迄个气手足厉害的呢！哦，若是我的手嘛这酷就好啊！哇，太鲁工厂比我想的搁较趣味呢。真正有好耍哦！我是阿狗，我今年3岁，我要去教阮朋友耍。
办公会啊！咱们来上办公会呀！主播，你要吃什么？我要吃一个，好，我帮你做，姐姐一位，谢谢。我今晚你做饼啊！来提米，那个用起起啊！这是咪咪，那个一人能。这些购物，多少？购物，好妈，我吃吧。我要吃吃。你请这，我帮你吃吃。你安尼用你卡打的去，这个手，这个。请喂一饼啊！请喂一饼。木家。这个我碰碰。好啊，我在做啊的。我请一个衫，你帮我洗。我要请一个。我要请安冰先生啦，我要请几名啊？我要请一个。Queen， 哈哈。切，想要给我洗衫？想要给我洗衫啦？好啦，我帮你洗起来。这行的你无洗掉，好呗，好啊。车道裤，减分。阿姨妹妹你准备给我生饭不？生胖子。那边，我操！你来泡温泉呀？你来泡温泉呀？好啊，我错呀。
办公会啊，办公会啊，鞋啊，鞋啊，温泉，温泉，我要唱一个，我要唱一个。我想要甲 Q B 介绍，我上好的朋友就是金蕉，伊拢会带我世界去佚佗，熟识真侪人，阮逐工拢一直开讲，我真正足介意伊的。我嘛想要大家写批甲我开讲哦，我等你哦，再会。